歡迎收睇 Learn Cantonese Literally。今日我哋聽故事學廣東話。以下嘅故事嚟自《古今概談》，發生喺超過1500年前。我會好慢咁讀一次先，然後再用日常語速讀一次。大家可以留意以下嘅詞語：周圍，周圍，咁啱，咁啱，特登，特登，曬，曬，得戚，得戚，點知，點知，即刻，即刻，冇面，冇面，事不宜遲，聽故事啦。有一日，北朝嘅魏國派咗外交官李諧去南朝嘅梁國訪問。有一日，北朝嘅魏國派咗外交官李諧去南朝嘅梁國訪問。梁國嘅武帝就帶李諧周圍參觀。梁國嘅武帝就帶李諧周圍參觀。佢哋咁啱行到咗專門用嚟放生嘅地方。佢哋咁啱行到咗專門用嚟放生嘅地方。武帝係虔誠嘅佛教徒，好熱衷於放生，認為可以積福。武帝係虔誠嘅佛教徒，好熱衷於放生，認為可以積福。所以佢特登利用呢個機會喺李諧面前曬自己嘅善心。所以佢特登利用呢個機會喺李諧面前曬自己嘅善心。武帝好得戚咁問李諧，武帝好得戚咁問李諧，係呢，唔知貴國又有冇放生嘅傳統嘅呢？
係呢，唔知貴國又有冇放生嘅傳統嘅呢？點知李孩竟然話，我哋唔會捉動物，所以都唔會放生。我哋唔會捉動物，所以都唔會放生。武帝聽到，即刻覺得好冇面。武帝聽到，即刻覺得好冇面。而家我哋重溫一下以下嘅詞語：周圍、咁啱、特登、晒、得戚、點知、即刻、冇面。多謝收睇，讚好、留言、訂閱 Learn Cantonese Literally 啦！